为了让市民了解台南这摆配合全国汉光演习运作，整合万安加民安的防空演练，其中委托加民警、警政、消防，同时结合台市后备指挥部等单位共同来宣导。7月16号下晡1点半到2点，将用于防空疏散等演练。除了表示，伊即摆风台救灾加动员的考验，正是展现城镇韧性。是这次的台风灾后的这个救灾以及这个动员，就是一个这个活生生的这个城市韧性的展现。当然有一些不足的地方，我们也从这个动员、这个救灾的活动、这个救灾的这个行动中，看到有一些不足的人员、器材的搭配、单位之间的协力，以及这个包括义警、义消、民防的动员，我们都这个实际上的考验着城市的这个动员能够展现韧性。虽然市府跨局处宣导防空演习加交通的管制，不过因为台南受这摆丹纳式风台冲击，目前各区也来执行各项灾害抢救加中建复原，所以东港的防空演习，市府10号中昼紧急的公文宣布取消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